歡迎嚟到 Tomica 世界，今日將會為你隆重介紹一款引領你展開冒險嘅終極交通工具 Tomica 珍寶貨機。哇！其中包括一架特別版嘅 Tomica， 記得要貼上貼紙，佢哋會令你嘅珍寶貨機變得更加靚啊！只需要3個簡單步驟就可以組裝你嘅珍寶貨機，每個部分都可以咔一聲輕鬆組裝。而家係時候裝載 Tomica 啦，確保一切順利，撳個掣就可以關閉機艙。卸貨都一樣咁簡單，打開上面嘅窗口就可以隨時拎出你嘅 Tomica。準備發射之前，記得撳左邊嘅掣伸出跑道啊，撳實右邊按鈕，將所有 Tomica 車仔一次過發射出去。Tomica 珍寶貨機，將冒險融入你嘅想像力。